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12月9日表示，希望就他的前任巴奇莱特提交的新疆人权报告中，认定中共当局在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以及涉及的相关证据，继续与北京方面进行交涉。巴奇莱特在调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在北京的极力阻止下，巴奇莱特不得已选择在自己任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才予以公布此报告。此报告汇集了有关中共当局多年来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进行的系统性破坏的证据，尤其是中共当局修建大批集中营，将几百万维吾尔人关押，进行洗脑、酷刑、劫狱、强奸、强迫劳动、家庭分离等等罪行，呼吁全世界对中共践踏维吾尔人权的行为给予高度关注。中共当局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持续的关注和强烈的谴责。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将中国的这些做法认定为种族灭绝行为。蒂尔克在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就新疆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说，8月31日发表的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表达了联合国对人权问题非常严重的关切，表示继续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每年的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维吾尔人、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藏人等群体都会发起抗议中共的活动。然而在白纸革命爆发后的今天，中国留学生却成为了海外抗议活动的主体。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也是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发起的。该组织代表在集会上用中英双语发言，诉说他们这一代在中共所谓爱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下成长，长期被否定个体价值、服从集体的悲哀。而现在他们拒绝继续当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打破困住他们的铁链，争取自由。加拿大留学生说，自从中国出现了彭丽发事件和白纸运动后，他们加拿大留学生也组织了4次抗议活动，而且很多留学生还参加了维吾尔人、藏人发起的抗议活动，说明他们在中共对藏人、维吾尔人的污名化宣传中觉醒了。并介绍说，温哥华有9个组织参加，都有各自的诉求，但有一点诉求是一致的，也就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释放被捕学生。同时表示，他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声援维吾尔人、藏人和白纸运动，并让西方人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严重。评论人士认为，海外的留学生由过去的对国内的很多事情默不作声，到今天开始走出来，并且走向街头，一波接一波的对中共发起抗议，敢于对中共发出不，说明白纸运动让很多人认清了中共，说明他们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被长期洗脑中真正的清醒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力措施对中共施压，甚至制裁，阻止中国人权进一步恶化，释放维吾尔人、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等。中共当局在12月7日无预警、无计划的情况下突然松绑中共病毒防疫管控，导致了疫情迅速升温，不少医院和诊所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而经济则是一片萧条，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染疫死亡病例不断曝光，外传殡仪馆遗体积存都来不及火化。由于国产疫苗效率低下，加上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障系统，导致了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感染人数剧增，医院因涌入大量病患而缺药停诊，各地的发热门诊被挤爆，候诊时间长达6-7个小时，药店也排长龙，退烧药被抢购一空。中共放开防疫政策后，官方通报的新增染疫数持续下降，但医院却人满为患。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质疑当局瞒报疫情，产生恐慌心理，不敢随便外出。12月12日，中共官方宣称，用于监控个人信息与行程的通讯行程卡将在12月13日正式下线。评论人士认为，这只是中共的缓兵之计，当局并没有放弃对民间的监控和维稳。国际事务评论员表示，中国让行程码或健康码下架不算什么开明的举措，只是一种数字统治工具的更新迭代，因为经过2年多的时间，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数据都被掌握，变成维稳用的资料库。而且中共马上就要推行数字人民币，是另一套更新颖、更全面的数字监控机制，可以直接锁定、介入人民的财务状况。所以中共停用行程码不让人意外，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件事对外营造出政治开放、经济利好的表面假象。中共近期公布新10条，放松了疫情管控，但是有数百万家的餐饮业、零售业、百货商场等不到政策落地已经倒闭，纷纷退出市场。多座城市的商业街呈现萧条景象。疫情清零3年，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北京原本热闹的前门大街、大鹏栏，今年以来游客稀少，很多老字号店铺都已关门歇业。10月份以来，乌鲁木齐铁路局西单商场也于11月30日关闭店门，这是今年以来乌鲁木齐第3家闭店的商场。除了失业，许多拿积蓄来经商的个体户，在疫情反复风控下，不仅积蓄血本无归，还背上了债务，成了新贫族。中共对疫情采取简单粗暴的风控手段，又仓促解封，大量的资源因此浪费，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最近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革命，迫使中共政策急转，迅速取消了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凸显了民众对中共独裁政权不再恐惧。专家分析，习近平内内外外得罪的人太多，最终结局凶多吉少。中共官方12月7日发布防疫新10条，清零政策发生急转弯，被认为是对白纸革命和各地民众的抗议做出的反应。由乌鲁木齐火灾引爆的白纸革命蔓延中国至少1/3的省市，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要民主、不要独裁等等口号。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维吾尔人、藏人、华人、中国留学生也都举行了抗议声援活动。这场抗议运动是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人在海内外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中共当局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目前抗争运动仍在持续发酵。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纸革命迫使中共放弃清零，但无准备的突然放开又引发了新的乱象。由于中共国产疫苗效率低，加之医疗配套设施不完善，开放后中国各地感染人数剧增，发热门诊爆满，药品也被抢购一空，预计会引发新的抗争风暴。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党内大权在握，开放与不开放，习近平进退两难，恐引发新的执政危机。最终结局凶多吉少，因为他在内外上下得罪的人太多。习近平想学毛泽东，但毛泽东死后，他的夫人、侄子都被抓起来，就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一个个都死于非命。习近平越是想要学毛泽东，那很可能他的结局将越来越像毛泽东。根据印度人报消息，印度防长12月13日表示，印度和中国的士兵上周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这是自2020年6月双方在有争议边境地区发生致命冲突以来的最新暴力事件。辛格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周五发生的遭遇战是在中国军队侵占印度领土，并单方面试图改变有争议边境的现状后发生的。印度士兵没有受重伤，双方的部队很快就撤离了这一地区。他还说，当地指挥官周日开会讨论了这一争端，印度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进行了沟通。经过双方军事指挥官的多次会晤，一些印度和中国士兵已经从达拉克的一个关键摩擦点撤出，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后，正在经历中共病毒的感染高峰期，并波及到了医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共医务人员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其中部分人员被要求带病继续工作。
报道说，记者目前无法及时获得医院候诊人数和床位使用人数，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北京和邻近城市都有不少人员需要等待数个小时后才能就诊。一位医生说，他所在的医院每天都有700到800发烧的病人来看病，医院现在用于治疗发烧感冒的库存药都已耗尽，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缺乏保护措施。北京一所大型公共医院的医生告诉路透社说，北京各个医院近80%的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中共病毒，但其中很多人仍然被要求继续工作，因为缺人手，医院所有的手术都已经停止。中共政府放宽中共病毒防疫措施后，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2月14日表示，在中国政府开始放宽中共病毒防疫措施之前，中国境内的感染病例就已经剧增。法新社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告诉记者，中国确诊呈现爆炸性成长，与解除中共病毒防疫措施无关。早在松绑清零政策之前，病例就已经开始剧增。莱恩表示，中国式的中共病毒防疫措施对付奥密克戎变异株并不像对付之前的病毒株那样有效，奥密克戎传播力超强，疫苗覆盖范围有限，缺少高效力疫苗，有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能。纽约时报说，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超出了合理的界限。中国称，自从6天前放松了中共病毒清零政策以来，还没有出现一例与中共病毒相关的死亡。相比之下，美国仅在周二一天就有469例与中共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英国外相科韦利12月14日宣布，中国已把6名中国驻曼彻斯特外交官调离了英国，包括总领事郑希元。科韦利表示，他以12月14日为期限，要求中国政府撤销涉事殴打他人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以使他们必须接受英国警方的调查。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期限届满时自行撤走了6名外交官。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答记者问，却声称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任期已满，不久前已调回国，强调是中方正常的人员轮换。英国广播公司分析，中国自行撤换外交官的决定是要避免他们最后被英国驱逐出境，也被视为是试图缓和争端，避免英国与中国之间进一步针锋相对的行径。英国外交部曾表示，如果警方的证据充分，将要求中方撤销涉事殴打他人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并警告若中方拒绝，将会有外交后果。中共突然放松防疫后，北京死亡人数剧增，殡葬系统不堪重负。有网友认为，原因不是病毒凶猛，而是当局之前掩盖数据，耽误治疗。根据网友13日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北京一家火葬场门前，运尸车辆在路边大排长龙等待，北京殡葬系统几乎瘫痪，家里死人没车接，没地放，连火化也要排队。殡仪馆的员工透露，火葬场24小时轮轴烧遗体也烧不过来，连殡仪车辆都排到了12月20号以后。北京其他几家殡仪馆也都是相同情况，家属不能做遗体告别仪式，正常火化预约都排到了20号以后，除了火化不了，想找地方存放尸体都不行。太平间员工直言，连地上都放满了尸体。根据网友透露，家属把尸体拉到停尸房或火葬场时，还被要求填选是死于新冠还是肺炎，如果填写新冠，可能一律被拒绝收尸，因为选择肺炎可以不进当局的疫情死亡计算数字。为了赢，中共可以不要道德和人性。另一则视频中，网友透露，在火葬长队出现后，殡仪馆前出现了多辆警车，警察说不让排队，影响不好。网友感叹，影响不好的不是隐瞒，却是冬天排队送家人的普通人。